2026我決定去一轉澳門，於是我由澳門出發，一路向東，經過將軍澳，去到清水灣，終於到咗澳門村。話說有一日無意中發現，原來香港有條澳門村，莫非呢度有班澳門同鄉？喺清水灣度行入嚟，成個區叫孟公屋，澳門村係其中一條村。講真，公開資料真係唔多，點解會有呢條村？點解會改呢個名？直接請教一啲都唔皮毛嘅皮毛小知識，佢哋抄埋古地圖，1860年代清朝已經有標示孟公屋，而戰後開始有建築物，地政測量圖1992年開始標示澳門。喂，咁到底點解叫澳門村？唔通以前又有班鬼佬上岸又聽錯，以為呢度叫乜鳩？我澳門嚟嘅。唔關事嘅，啲澳門村就澳門村，唔關澳門嗰啲事。好似龍蝦灣咁，你嗰真係好多龍蝦咩？咁又係，澳門村唔通又有好多籌碼咩？我唔忿氣，我再研究，發現清水灣道東南去到篤有個地方叫大澳門，澳門。呢個 moment 草叢有個阿伯突然出現，健談到一吹就吹咗半粒鐘，終於講到重點啦。澳門。客家話，咁你咪變咗叫下澳門村澳門咯。澳門有可能呢個原因？唔係啊，直情係好大機會。直情好大機會。聽完我都仲係覺得可能係，但有個原居民講一句，直情係。呢趟澳門之行好似圓滿咗好多，有冇人知道更多？可唔可以話我知？